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叶牧师。9月18日，安慰遭遇患难的人。哥林多后书1章1到11节，其中第4节这样说：在我们的各种患难中，他安慰我们，使我们能够用他所赐给我们的安慰去安慰遭遇各种患难的人。今天开始，我们有一个新的一卷书，进入到哥林多后书。在上半年度，我们读了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前书之后，在短短不到2年的时间内，他又写了这封后书。那是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大概可以从他的这个书信里面大概就可以知道，哥林多教会里面有很多真的跟假的，就像我们现在的世代一样，这个真真假假。在我们收到许多的讯息当中，什么是假消息，什么是真的呢？假的消息，这个轻者或许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严重的时候，甚至有时候也要人命。那么今天保罗所面对这个哥林多教会，这个可是更重要的哦，因为有人自称是真的使徒，因此他就来攻击这个假的使徒保罗。也就是有人说他将所募集来要捐给耶路撒冷教会贫困的这个信徒的钱竟然这个饱入私囊。像这样子诋毁保罗的这个名声的传言还真是不少。所以保罗呢，为了这些传言感到非常难过，所以他就写信来说明要让我们知道，不论是使徒保罗在哪里传福音，后面都会跟了一些专门要扯他后腿的人。不是说他没有使徒的资格呢，就是说保罗呢，他传的不是纯的福音这些有的没的我们以现在来看在台湾这个情况，在全世界这个媒体很发达，各种多元的事，我们会觉得说，我们真的是需要识别一下这个消息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回到那时候那时候的媒体不是那么发达，所以保罗一定要写这个书信再三要来说明什么是真的呢？特别是在我们看到这段短短的5节的经文在第1节开始5节的经文里面，我们来数一数有多少安慰这个字1次、2次、3次，总共6、7、8、9次。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他用安慰这个词特别来强调，这个安慰是从上帝来的，不是从人来的。来自上帝的安慰，它不是只是一个安慰剂不是，而是有拯救、解放、宽恕、赦免的意思。为什么需要安慰？这个安慰不是轻轻的求主安慰你这样而已，而是这段经文里面也同时出现了4次苦难，2次患难。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时候保罗所面对的这个群体，不只是身体上受到苦之外，更进一步的是心灵上的痛苦，是指着一个人被藐视、唾弃、羞辱、拒绝。我们有没有感觉，怎么好像在说我我们好像最近的境况
就是跟基督一样同受这么多苦难啊。保罗那时候是啊，而我们跟耶稣基督是一体的，一体就是一个身体。就像我有个东西从桌上掉下去扎到我的最远的脚趾头小拇指，可是我却哀哀叫，是透过我的嘴巴叫出来，透过我的脑传达下来，说不得了，我的脚要赶快伸起来，太痛太痛了，快救我。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哦，耶稣基督的生命跟我们同死，要跟我们一起同患难，让我们一起同复活。十字架的苦难带来生命的复活，因为我们的主他替代我们，他是为我们受苦，使我们得着力量来忍受我们所受的苦难，然后我们才能够分担苦难，分享安慰。在这段经文里面，音乐牧师感受到很大的安慰，因为不管现在的台湾的疫情，全世界的疫情情况，各方面我们会感受到那不安定感。其实保罗那时候也一样，保罗还用豺狼来形容那些犹太保守派的人，专门找基督徒的麻烦，只要知道他们在哪里聚会，就去通风报信，抓基督徒入监狱里面，他们就是会被迫害，而保罗就来安慰他们。我不知道今天你有接受到迫害吗？你的心灵，你的身体是不是正在苦难中？主知道，不然你今天不会听到今天这一段迦南之声。主要告诉你，主与你同在，同时要跟他一起同复活。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应许与我们同在。主啊，你感受到我们的痛苦，你安慰我们，你用连连9个安慰来安慰我们，因为你的安慰是久久长长久久，你给我们盼望，也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面对目前的苦难，我们总是会度过，因为主你总是有办法。谢谢你应许你是以马内利的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你，今天因为主的同在，我们可以面对这些不顺心的情况，而且还能够有智慧自在的面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欢迎来订阅，也给我们5星级的鼓励跟好评。我们明天见。